关安他过去担任国民党青年部的主任，他也当过江启臣、柯志恩我们党内的好朋友的重要幕僚，那他也是我的办公室主任。关安不但有丰富的政治的历练，更重要的是他非常的勇敢、勇气，也非常讲义气。在我们面对到全国罢免的时候，其实关安也有投入到民进党的选区支援罢免的工作，还因此变成被清算的目标，被检方抓走。那时候在门口还帮他守了一个晚上啊。这就是今天陈冠安无畏无惧表现出来的一个国民党新生代从政者该有的特质。国民党需要为未来的人才投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支持冠安。那冠安在港湖就我所知也完全承袭我们强办的步行精神，一步一脚印走透透。请大家一定要全力支持陈冠安，让他能够为我们国民党留下未来一席崭新明亮的战将。好，战将出发。选择陈冠安，港湖一定安；选择陈冠安，港湖一定安；陈冠安，动算。